到我謝，兩隻嘢咁多爹，嚟玩啊玩啊玩到我謝，玩得嘅使乜事？嚟玩啊玩啊玩到我謝，入場好晒啫，紅館呢家嘢夾錢狠狠玩佢一嘢。入場近自上玩啊，都得拉連玩嘅我哋你對骨灰盒組合，喺度唔高興嘅位各位咪隨時大咳，咁多廁所位唔使拍急，唔使好臨味，玩到黐線好表現，賴死唔走唔管罰我幾球，舉高隻手左到右，你可以叫埋雙手得低個頭。我話俾啲真嚟聽下，你就整個個黑洞，嚟緊呢首歌送俾你，你又問我有乜用？你開場就嗌回水，真係幾條高你吹，玩大佢。玩到我謝，兩隻嘢咁多爹，嚟玩到我謝，玩得嘅使乜啫？嚟玩到我謝，入場好晒啫，紅館呢家嘢搭錢狠狠玩佢一嘢。嚟玩得起嘅擺明玩嘢唔好吃，玩開公樓玩開冰淇淋，你世界玩到隻 X 嘅玩馬式玩嘅隨時俾人加息，分主足夠錢嘅話俾你啦，咁就自食，覺得俾人玩緊一係你大把人士，一係你大把人士俾人玩緊都唔知，但係今晚各位先生小小姐，一張飛嘅價錢只不過係少少啫，中意跳嘅，中意跳嘅，嚟玩少少嘢 ，throw your hands in the air， 嚟玩到我謝。兩隻嘢咁多爹，嚟玩到我謝，玩得嘅使乜啫？嚟玩到我謝，入場好晒啫，紅館呢家嘢搭錢狠狠玩佢一嘢。我謝，兩隻嘢咁多爹，嚟玩到我謝，玩得嘅使乜事？嚟玩到我謝，入場好晒啫，紅館呢家嘢夾錢狠狠玩佢一嘢。開 show 玩到明謝。又係你老細，收工等於冇收工，24小時都放通通俾公司充公，公司嘢總之咧就算你公司一電話都仲會彈出好多通知嘅，不停來電聲我打明嗰邊，接咗不停打俾普通商家嗰下極可悲，以為一方便得認證碼，以為8個幾個一天有咁叻嘅咁多密碼，能夠問傾偈坐定埋我定位，私人數據俾晒佢哋當佢工具定係你俾佢控制。你睇住細路仔咪又係俾個電話細路睇，撳到洗到滯，撳到睇電話智能，搞到人似人，佢係隨身品，變咗個主人，掹咗 WiFi， 踩爆張天卡，你唔睇到電話，掟落地板掟爛個電話掟爛個電話掟爛個電話門再當下，掟下你個電話再當下，掟下你個電話。
個電話，活在當下，掟下你個電話，掟爛個電話，掟爛個電話，掟爛個電話，活在當下，掟下你個電話。佢就準備起程，準備移民去火星。你未搞清楚點 call 定乜嘢叫做 blockchain，佢就已經 plan 定將你副身家沽清。你應承適唔諗定退休嘅過程，佢就已經開始申請研究永恆嘅生命。你話將來應唔應該有下一代？佢話將來 AI 將人類取代你。關心 TVB 執笠佢，關心 Elon Musk 乜未出鋪，全部都擠塞佢出鋪。關於世界遊戲規則，遊戲規則係咩？從來冇問我嘅，從來冇為我寫。你睇嘢我睇嘢佢睇嘢越睇越覺咩？我問世界嘅持份者，規則係咩？從來冇問我嘅，從來冇為我寫。你睇嘢我睇嘢佢睇嘢越睇越覺咩？我只係聽呢